台语多意思介绍18之一。台语的意思真侪拢有几若种意思，用毋对去，毋但会造成误会，有时阵佫会引起冲突。像去台南，你若凊彩叫人阿兄，敢会互人热咧拍，因为台南人拢称呼哥哥是兄哥，阿兄是咧称呼卷棺材的人。台语的夭寿，除了是用伫骂人血数底，另外一个意思完全无共款，是咧形容非常已经到强要爱命的地步。像讲，这水果夭寿啊甜，人生做夭寿水。台语的细字嘛有两种完全无共的解释。一个是形容做代志谨慎小心，另外一个是表示非常客气的意思。台语语词上济有一个语词有5种无共的解释用法，像讲真歹就有1形容外形的生做真歹，2身体无好嘛叫做身体真歹，3大环境无好叫做局势真歹，4考运无好叫做考了真歹，5代志真歹处理叫做世面真歹。咱即个单元总共有收集595句的语词，其中5种意思的有5句，4种意思的有8句，3种意思的有67句，2种意思的上济，拢总有517句。当然，一定还阁有收集无到的，毋望读者先进，不吝指教。对着遮尔济双语义以上的语词，作为一个台语文的传授者、研究者来讲，咱要哪会使无详细、佮彻底来甲了解咧？台语多意思介绍18之一。